講起社工咧，睇新聞啦，或者睇電視啦，都會覺得處理唔到嘅難題先至要揾社工。我覺得譬如有唔開心嘅人啦，係啦，即係無論你係可能學生啊、家長啊，即係唔同嘅身份都好啦。如果唔開心，其實即管講出嚟先係冇壞嘅。係，我覺得喺即係如果對於大眾嚟講咧，可以大膽啲咯，係即係如果真係覺得唔開心有需要咧，就即管揾一啲坊間上面嘅資源，或者一啲中心嘅社工求助，或者打一啲支援熱線都冇問題。係，佢哋其實係好 welcome 大家去求助，因為情緒其實係一個好得意嘅嘢嚟，即係如果你及早可以支持到佢或者支援到佢咧，可能成個結果都好唔同。就算可能唔係即時，但係起碼喺個過程入邊咧，你有人支持住，或者有人明白到咧，其實已經爭好遠。